2026澳娛綜合澳門高爾夫球公開賽再度落戶澳門，於10月15日至18日期間於澳門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舉行。本屆將繼續開放免費入場，球迷可由即日起進行登記，每人最多可登記4張賽事門票。呢一次嚟到澳門公開賽都係希望幫到澳門嘅青少年啦，同埋澳門嘅職業選手啦。中國球手而家好勁啊，女仔特別勁，男仔要加油啦。咁希望呢次澳門公開賽我啲中國球手贏啦。本屆賽事陣容鼎盛，由2016年英國公開賽冠軍斯滕森與南韓星級球手任成宰領銜，聯同一眾亞巡賽頂尖球手以及大灣區新晉球手同場競技，上演連場不容錯過嘅精彩對決，爭奪高達100萬美元嘅總獎金。今次參賽呢，我都係冇話咩大目標嘅，都好似同埋上年咁，做好每一桿，想發揮好，即係覺得發揮到自己啲水平出嚟就好啦。今年呢，只要發揮得好，係咯，覺得係應該係冇問題。澳娛綜合澳門高爾夫球公開賽本屆亦設立全新嘅邀請機制，向上一屆賽事成績最佳嘅澳門球手發出參賽邀請，希望為本地球手開闢一條嶄新嘅參賽途徑，為他們開拓登上國際舞台嘅機會。